買一把還不如買一整套，這樣一整套不僅有鋰電鑽，還有大大小小各種維修工具30多件。鋰電鑽動力強勁有力，能適用於多種使用需求，搭配一個充電器，同時還附帶了多支不同型號的鑽頭、批頭和套筒頭，像常用的老虎鉗、尖嘴鉗、活動扳手、羊角錘、多支小號螺絲刀、大號螺絲刀、美工刀，還有備用的刀片、手工鋼鋸、測電筆、絕緣膠布、把長度3mm的測量卷尺、套內6角扳手，以及還有一盒膨脹螺絲配件，各種常用的維修工具，能夠滿足我們日常家用一切維修所需。